喂，大家好啊，又嚟煲湯啦！嗱，呢個呢，我就係做咗呢個山藥，即係鐵棍淮山啦，然後就加咗啲去濕湯包呢，咁啊一齊攞落去煲呢個湯嘅。咁所以呢，我就用咗好多好多嘅鐵棍淮山啦。咁啊，鐵棍淮山我本身係好中意嘅，同埋而家有一隻連鎖店呢，紅印紅嗰度呢，咁佢就嗰啲鐵棍淮山就幫我起晒啲皮啊，然後就 vacuum 咗，咁所以呢，就變咗佢又唔會咁快變色啦。咁可以擠幾日啦。咁但係因為太好食啦，所以我話知佢，我就基本上呢，就將大半包嘅鐵棍淮山掉晒落去煲呢個湯嘅。咁啊自己加翻個紅蘿蔔啦，或者你中意加木瓜都得，因為紅印紅佢哋都有啲木瓜嘅。咁你就加埋一個咁嘅去濕湯包呢，咁就 O K 嘅啦。咁我哋即係見到呢度呢，即係好似好鬧哨咁。嗱，豬肉呢，就自己懟落去啦。我最近已經係即係決定啊。都費鬼事煩啊！我都係即係直情就咁成嚿豬骨啊、豬肉啊擠落去咁啊煲湯嘅。咁好啦，有啲朋友就話啦OK 好似即係我最近用咗個燉盅係咪即係都幾好用啊？咁我想話俾大家聽係嘅，因為平時煲湯你見頭先啦，咁啊開大個煲呢，咁有火噶嘛，即係無論點都好你。電子煮食爐都好，咁其實你開大個火咁咪 fling fling 咁樣，咁其實你就唔係好安心出門口嘅。咁但係呢，有咗呢個燉盅之後呢，我就覺得前路一片光明啦。原來行出街呢都唔會 burn 咗我個廚房嘅。咁嗱，我哋即係講翻啦，呢個咁嘅嘢呢，其實就喺一個鋪頭呢，一陣喺度尾嗰度，你會。即係知道係邊一間㗎啦，但係都唔係話一啲超級國際大名牌嚟嘅，但係即係都係香港人自己喺香港發展嘅一個牌子嘅貨嚟嘅。咁啊，佢都係初係走去貼牌啦，整下整下，跟住就幫人哋做出口啦。咁啊，到而家咁佢哋已經發展咗自己嘅品牌啦。而且喺香港呢，講緊都有好幾十間鋪頭㗎。咁所以即係話。係啊，如果你話煲湯，你嘅要求就唔係太日本仔嘅話，咁其實我覺得香港人發展嘅品牌嘅燉盅呢都可以用啦。咁嗱，呢個燉盅呢，就我都上一集我其實有介紹過嘅。我中意佢一件事呢，就係佢嗰個喺嗰個 between 你嗰個煲同埋你嗰個燉盅中間嗰度嘅水呢，佢其實係唔多嘅，但係佢亦都唔會好容易被抽乾喎。咁所以我覺得即係用呢個燉盅嚟到煲湯呢，咁到時我隔翻個清湯出嚟呢，係比較容易啲嘅。即係一開頭你見到哇煲湯 flat flat 咁啊，哇散收收啊，咁嗰啲嘢好鬼肉酸咁樣。咁但係用咗燉盅呢，你就可以即係可以幫手做呢個效果啦。咁但係如果你話要隔埋嗰啲隔走咗啲肥嘅嘢呢，咁你就要用法國佬嗰種方法啦，就打隻蛋白嗱，蛋白就落去，再去輕微滾一滾，將啲蛋白呢係幫你 gel 起晒，即係嗰啲咁嘅垃圾嘢嘅。嗱，我頭先講呢就係話我嘅燉盅就喺呢個鋪頭買㗎咯。嗱。就佢好多好經濟嘅燉盅，同埋佢啲燉盅呢，即係個款式同埋 size 呢，都有好多嘅喎。我行埋去呢，閒閒地呢，都有成6個7個嘅。哇！呢個即係燉完，係啦，仲整埋嘢，係啦，咁就可以開飯啦。哦，如果咁樣買呢，有冇得discount 啊，或者買多啲啊咁樣？因為你呢度都都成千蚊個喎，大件嗰啲。你到時買多啲，幫你計下嗰個點樣買最抵咯。點樣買最抵啊？係啊，乜有啲咁嘅嘢㗎？嗰啲 Q 行買啦，現金券買啦。哦，好啊，好啊。呢個啱啱擠4個，呢個正，呢個 OK。咁嗱，至於你話燉係咪可以減少嘌呤呢？我就靠 AI 幫我啦。無論是直接加熱煲湯，還是用燉盅，只要食材相同，燉煮時間足夠長，最終湯裏的磷含量差異不大。磷易溶於水，食材中的磷會持續釋放到湯中。燉盅本質是隔水加熱，只是受熱更均勻溫和，不會減少磷的溶出量。直接煲湯則是直接受熱。兩者核心都是長時間加熱加水，都會讓磷充分進入湯裏。需要我幫你整理一份低磷煲湯食材清單，再附上減少湯中磷的實用小技巧嗎？
一、低齡煲湯食材清單：一、蔬菜類：冬瓜、南瓜、絲瓜、黃瓜、胡蘿蔔、白蘿蔔、土豆、山藥、生菜、油麥菜、娃娃菜、西蘭花。二、菌菇：海藻類，少量添加金針菇、杏鮑菇、海帶、乾品泡發後。三、肉類，蛋品，嚴格控制量：雞蛋、鴨蛋、整顆或蛋花、雞胸肉去皮50克以內，瘦豬肉30克以內，切片或剁泥。二、減少湯中磷的實用技巧：一、食材預處理：肉類、海鮮先切小塊，用沸水焯燙1到2分鐘，撇去浮沫後撈出，再放入湯中燉煮，可去除部分表面磷。二、控制燉煮時間，避免連續燉煮超過2小時，尤其是肉湯、海鮮湯，時間越長磷溶出越多。三、少喝濃湯，磷主要溶於湯中，食材本身磷含量低於湯品，盡量多吃食材，少喝湯。需要我根據這份清單為你搭配3組具體的低磷煲湯配方嗎？配方：一、冬瓜山藥雞蛋湯。食材：冬瓜200克，去皮切厚片；山藥150克，去皮切滾刀塊；雞蛋2顆，薑片2片，蔥花少許。做法：鍋中加水燒沸，放入薑片、山藥煮10分鐘，加冬瓜再煮5分鐘，淋入打散的雞蛋液，形成蛋花，加鹽調味，撒蔥花即可。配方：二、南瓜胡蘿蔔瘦肉湯。食材：南瓜200克，去籽切塊；胡蘿蔔1斤，切塊；瘦豬肉30克，切片焯燙；用米1段，切段；清水適量。做法：所有食材放入湯煲，加足量清水，大火燒開後，轉小火煮40分鐘，加鹽調味即可。配方：三、海帶杏鮑菇豆腐湯。食材：乾海帶5克，泡發切段；杏鮑菇50克，切片；嫩豆腐100克，切塊；蔥花少許。做法：鍋中少油炒香蔥花，加杏鮑菇炒軟，加水和海帶煮15分鐘，放入豆腐再煮5分鐘，加鹽、白胡椒粉調味。需要我把這些配方整理成更清晰的食材用量加步驟對照表嗎？